名义上的冒牌蜂蜜酒，竟让男人暴露出了他的真实身份。镜中居然出现了维京时期的自己，很显然，那所谓的蜂蜜酒并不简单。一瞬间，马格纳的尿不湿都被尿湿了。回到家，母亲正在维修护栏，孝顺的儿子准备帮忙，可意外的是，他竟与自家的锤子产生了共鸣。于是上网查询酒的来历，更是惊出了他的一身冷汗。而用牛角包装的蜂蜜酒，是上古时期神族和巨人族开战前的壮行酒。但这一切又和自己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？当他看到先知抚摸雷神的额头赐予力量，他才突然想到，之前神秘老人也同样抚摸过他的额头。随后他找到了开超市的那个老人，老人也没遮掩，直说马格纳的身体里隐藏着雷神的真身，而帮助他提前唤醒神力，是因为他的死对头巨人族正在破坏着地球的生态环境。与此同时，巨人族的威达也大致猜出了他的身份，正密谋着另一场意外伺机搬开这个绊脚石。很快学校就组织大家秋季上山露营，威达作为校长的丈夫，学生的家长自然也可以参加。可马格纳却发现了被人掏走心脏的血，不过他现在可没心思管这些，因为他想借此机会与校花表白。那曾想被校花一口回绝。其实校花一直暗恋威达的儿子福友，情绪低落的他被威达叫去帮助。交谈间，威达透露自己最喜欢吃动物的心脏。听后，马格纳后背发凉，刚才发现的驯鹿，那一定是威达弄死的。而驯鹿血液的味道，在被害好友的衣服上，他也闻到了。当初事件的顺序应该是威达上山生吃驯鹿心脏，被好友发现后才被威达灭了口。此时威达看到对方越来越娴熟的切肉手法，也问出了他自己的疑问。表明身份后，马格纳怒气走开。也就在这时，他知道校花和福友进山了，担心校花有危险，他马上去追。而马格纳的离开给威达创造了下手的机会，他也放出上古哮天犬去击杀对方。转眼间，马格纳就被恶犬扑倒，搏斗间他试图反抗，可最后都无济于事。结果他还被恶犬咬伤了手臂。痛苦中，马格纳觉醒了天神之力，效仿金刚大战霸王龙的经典场面，彻底将恶犬击杀。逃离危险后，马格纳也找到了校花。不过很明显，大局已定，两人已经研究过了昆字的写法，真是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。醒来后，校花在福友的家里瞎逛，结果让他看到一本古老的相册，其中一张照片是1899年威达一家的全家福。此刻的校花也感觉到危险的存在，可惜早已为时已晚。